今日有位表友送咗隻天梭富圖系列手錶過嚟，需要做維修同保養。表主話呢隻表佢買咗差唔多有10年，最近開始發現走時唔太準，每晚放工除低之後，第二朝再戴返上手，手錶就唔喐啦。我哋先打開底蓋，檢查下手錶唔屈嘅原因，發現機芯入面有唔少水漬殘留，跟住擰出自動陀螺絲，拆走自動陀，再將機芯由表殼入面攞出嚟，之後拆表針，再拆表盤，再拆日曆夾板，可以見到有一層好厚嘅水漬殘留物，呢度係拉檔部分嘅水漬痕跡。拆落自動夾板之後，見到夾板背面嗰啲寶石軸眼入面啲潤滑油已經嚴重變質咗。再檢查機芯背面，發現所有寶石軸承入面嘅潤滑油都已經變質同埋失效啦。釋放發條嘅力量，將機芯零件逐一拆散。呢個係輪夾板背面磨損出嚟嘅一啲金屬碎屑，將成個機芯完全拆晒，擺入油缸入面，倒入洗表油，人手逐件清洗每一個手錶零件。呢啲就係清洗乾淨之後嘅零件啦。逐件將零件裝返落機芯夾板上，上調測試一下輪系嘅傳動情況，再加返適量嘅輪系潤滑油。